各位亲爱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今仔日读到两个经节，第一个经节记载伫传道书第6章，伫遮传道书第6章即个是真特别的一本册，因为传道书属于智慧文学，即个传道书是甚物人写的？这爱对伊的名开始来讲。传道书即本册伊翻译，咱的中文是对英文甲对英文翻译来，但是伫即本册伫希伯来文伊一开始的意思是，伊的意思即本册是探讨人生的意义甲本质。即个传道书即句话是希腊文的标题，伊即句是对希腊文来的。但是伊原来伫希伯来文的标题是足长的，伊叫做啥？伫耶路撒冷做王代笔的囝传道者的言语。请问耶路撒冷做王，伊阁是代笔的囝，安尼迄是甚物人？所罗门王，一个所罗门王。伫过去，无论是咱的圣诗也好，也是伫即个。咱的圣经，尤其是希伯来文的圣经内底，伊每一个第一章的第一句，就是伊迄本册的名。毋知影咱敢有印象？咱若看咱的圣诗，咱通拄仔念的吼，敢看会到？咱来看后壁的好啊，圣诗好无？下一首的圣诗第一页。下一首的圣诗第一页，咱等一下要念的圣诗。来，等一下要念的圣诗是453首，即个标题是啥？歌名是啥？天父疼咱世间情人。第一节的第一句是啥？太才拄好，拄好第一节的歌词，甲即首歌的歌名拄好共款。其实毋是拄好，是因为咱圣诗咧做的时，迄个歌名是用圣诗的第一节的词的第一句来做歌名，所以是先有内底的词，然后才有即个歌名用第一句。回去刚刚的地方，希伯来文的圣经嘛共款。希伯来文的圣经是内容内底的第一句，就是即本册的册名。所以传道书即个意思，原来的意思是，这爱用希伯来文来看较会知。伊的意思是耶路撒冷做王代笔的囝传道者的言语。然后即个传道者的意思是甚物？伊的意思是组织，组织起来。伊有可能是将人组织起来，伊嘛有可能是将言语、将智慧组织起来。总是英文伫即个中间，伊是甲伊翻译做 preacher， 迄个讲的人，我有物件伫遮组织好啊，然后我要伫迄个中间来讲。传道书是一本智慧的文学，伊内底所写的有时甲信仰无直接的关系，但是伊表达出一种的人生态度，以及伊所要探讨的人生意义甲本质。所以伫即个中间，咱所读到的第一节到第二节真趣味，我阁来读一摆。伊讲，我看见日光的下面有一项在下重重缀人的，就是伫日光的下底有一个在下哦，即个在下是缀人的。即个在下是甚物？第二节就是有人得到上帝赏赐以钱财、好业、尊贵。得到伊的心所爱的，无欠一项，伊逐项拢有哦。伊会当有上帝赏赐伊钱财，赏赐伊好业，赏赐伊伫人的面前尊贵，阁互伊的心所爱的，逐项拢无欠，拢总互你。总是上帝无互伊会食伊，但是你无法度享受。然后这物件反转互外人来食食，这也是空空去。若是用和合本的圣经，伊所写的就是人蒙上帝赐他财富、资产和尊贵，以致他心所愿的一样都不缺。
哇，世间的日子我所爱差不多拢有啊，但是真互人感觉空虚的是啥物？但是我食袂着，我享受袂着。颠倒伫遮我拍拼流汗所趁食来的物件，是互别人客气，互别人用去。即个拄则，即个所罗门哦，伊伫遮讲，这是空虚，这是人生一款足悲哀、非常空虚的所在。然后伊伫第3节，伊阁写着另外一句，伊写着讲，人设使生100个囝，哇！假使若有一个人哦，伊会当生100个囝，阁食长岁寿，阁足长岁寿哦，历过侪年，伊阁会当经过足侪年，伊的心无得到享福来满足，但是伊虽然生100个囝，阁会当活足久的。总是伊的心内无得到享福来满足，但是心无满足。用迄个和合本来伊讲啥物？伊讲心里却不因福乐而满足。我逐项物件我拢有啦，但是逐项物件拢有比人较济、比人较好的情形的下底，我的心无伫迄个中间，互我感觉欢喜。伊讲啥？伊讲这哦。又不得埋葬，伫即个所在足趣味。你只要伫传道书内底看到埋葬，有可能就是结连安息，安息。人埋葬了就是安息了，所以伊也讲不得埋葬，意思就是讲你无法度得到安息，你的心无法度伫遐来讲哦啊，足爽快，我满足啊，我逐项拢无欠。我会当吐一口气，会当放手。所以伫即种的情形内底，伊讲啥物？伊讲啊，比迄老去的胎啊，来未到期来对落的胎，佫比伊较好。意思就是讲，那流产的那个胎，那个小婴儿，无出世的迄个，犹佫比你即个生100个囝活真济岁数。但是心内无法度得到欢喜甲喜乐的人，佫较好。我想这是人生的一种的悲哀。是安怎一个人，伊会当得到世间人所看福气足济，总是伊却无法度伫迄个中间来得到享受。第6节才较趣味，伊讲，迄个人若是活1000年，啊，佫活1000年，哦，安尼是几千年？安尼是2000年。我感觉伊的意思就亲像人伫遐要追求终生不老共款，但是伊在讲诶，你人就算讲有真长的岁数，总是你若无法度享福，众人将要拢规伫同一个所在。意思是啥物？意思就是有趁到的也去到迄个所在，无趁到的也去到迄个所在。短命的也去到迄个所在，长命的也去到迄个所在，意思就是你所做的拢无差别。你若无享受，你世间的日子，你若无享受，你是有创造的欢喜甲快乐，你甲世间任何一个人拢无差别。拄则伫即个中间，伊要表达啥物？伊要表达一个人有价值就是啥物？会当享受。一个人的价值在伫地，在伫伊会当享受，伊会当享受伊所有的，伊会当享受伊所无的，伊会当享受伫伊的生活顶悬，伊会当伫伊的日子中间常常欢喜甲快乐。咱今仔日所读的另外一个经节，敢有人会记载伫地？这是本册《路加福音》。伫《路加福音》内底有一个真特别的故事，马太、马可拢无。马太、马可无即个故事。《路加福音》内底有一个真特别的故事，伊讲耶稣去耶路撒冷的时，对撒玛利亚甲加利利的交界经过，可能一边撒玛利亚，可能一边是加利利，伊对遐经过，结果有10个着胎哥的。伫远远的所在，远远的站着说：“耶稣老师啊，可怜我。”有10个着胎哥的，伫迄个撒玛利亚甲加利利交界的所在，
若是照着咱过去伫讲道的时，捌介绍着耶稣伫迄个传道的加利利的北边，就是甲迄个耶路撒冷啊，伫迄个撒玛利亚甲加利利交界迄个所在，迄是真混乱、种族真混乱的所在，各种的人、异族的人拢有，但是内底有10个人着太高的，伫遐耶稣讲，可怜我。结果耶稣看去，全对伊讲。你去将本身互祭司验，若是和合本来伊讲，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检查。啊，互祭司验是啥物意思？你互祭司验，看你都有胎哥。啊，若祭司看了，你若无胎哥咧，你就是好啊。毋是看医生哦，你找医生无效哦。伫迄当时哦，做祭司熬哦，爱去互祭司看。祭司若讲吼，你无问题，你就是清气啊。然后你会当安怎？进入人群内底。啊，你若无好咧，你若着太高咧，歹势，你爱闪一边。你袂使甲遮个人做伙。迄款的感觉，足像一个感流行性感冒的囡仔，伊袂使去学校上课共款。因为你破病惊传染，所以你袂使去学校。所以这个人，伊就是甲耶稣讲可怜我，是安那伊会安尼讲？伊咧可怜啥？是可怜我身躯的病吗？还是可怜我的心？我已经足久无甲人讲话啊！我足想我厝内的人，我想阮囝，我想阮某，但是因为我皮肤着太高，所以我袂使转去啊！我会伫迄个中间受分隔啊！这个人拄着耶稣，耶稣甲伊讲：恁去将恁的身躯互祭司检查。圣经伫遮非常奥妙。好，台语的圣经伊讲：因去的时就得到清气，因去的时就得到清气。因去的时表示迄个动作，因听耶稣讲了，他们。那是和合本的圣经，他写他们正去的时候，就是我现在要对遮行去到祭司，离开耶稣遐去到祭司的路里，要搁咧行的时，因就得到清气。毋是耶稣话讲了就得到清气，嘛毋是伫祭司的面头前才得到清气，是因开始有迄个要行去互祭司检查的动作的时，因得到清气。圣经内底几啊摆拢记载，耶稣的新约要医治人，迄个过程的变化，就是人有领受，然后要去行动的时，伫迄个中间人得到好。这10个人得到好了，有几个人倒来找耶稣？10个人得到好，有几个人倒来找耶稣？一个。只有一个，有一个人看伊家己已经好啊，就转来大声归荣耀互上帝。伊阁拍败伫耶稣的骹前感谢伊。这个人是撒玛利亚。啊，若其他9个呢，伊无转来。真趣味的是，第17节耶稣应讲：10个人减无拢得到清气吗？甲恁医治是恁10个人来求讨，然后10个人得到好。恁10个人得到医治，只有1个人转来，啊，其他9个人伫地。18节，即个别族的人以外，减无别人倒转来归荣光上帝啊！哇，即句话讲了有够重。10个人内底有9个人是犹太人，但是转来感谢的只有一个撒玛利亚。结果耶稣伫即个中间甲伊讲：起来，做你去，你的心救你。和合本的圣经讲：起来，走吧，你的心救了。请问，伫即个中间，伊的心到底救着啥？即个人的信心救着即个人什么货？耶稣啊，你看我足可怜，我的皮肤着太高，咱。伫前
今年的年初时，捌讲到太哥病，迄个太哥病会烂。假使你若着太哥病，麻风病哦，圣经内底麻风病分足侪种，但是若是严重的，就是指头啊会烂，然后会失去感觉，所以你没有知觉。我毋知影咱敢捌看到台湾有一个广告讲哦，有一个阿嬷坐伫碰椅遐看电视，手咧扯碰西，然后拄牛，哦，会当想象迄个画面哦，伊坐伫碰椅看电视，手举扯碰西的物件伫遐拄牛，然后伊的孙啊伫边仔骑脚踏车，迄三轮车全对头前家骑过。然后全开始听到迄个孙啊大声话：“阿嬷！”吼，阿嬷全惊着，哇！啥物代志？啥物代志？你跋倒哟？伊讲我无跋倒啦，我咬着你的骹，你的骹拢无感觉啊。骑脚踏车对伊头前过，然后咬着阿嬷的骹，阿嬷搁咧困。啥物意思？糖尿病到受过严重的时，你会对末梢神经开始失去迄个感觉，然后若是久啊，就爱截肢。阮以前有一个会友，伊两只手、两只骹已经切甲剩一只手，两只骹甲一只手拢已经切掉，然后愈切愈悬，最后切到大腿。第一摆我看到讲，原来糖尿病会当严重到迄落程度的，实在是互我惊到毋敢食糖。所以等下小朋友来讲嘛，食蔬菜。着太高的人，因的生活嘛是安尼，因为伊的手开始咧烂，所以伊会传染，伊无法度倒入去到人群内底。但是即个人，伊的神到底是救着伊啥物货？伫即个故事内底。伊转来，伊有可能讲，耶稣啊，吼，我有够感谢你的，我这吼皮肤吼已经上本啊重啊啦，拢得要烂去，流血搁流汤啊，已经好啊。我看到我的皮肤好啊吼，我身躯的艰苦得到医治，我转来感谢你。但是嘛有可能即个人伊转来，伊讲哦，耶稣啊。我的太哥病哦，其实无介严重啦。问题是吼，当我去互祭司看过我是太哥病时吼，我会离开我的厝，离开我的家庭，离开我的乡社，离开我所徛起的所在，我着爱出去到外口，甲遐个看病人做伙大。主耶稣啊，你拢毋知影，人孤单的时。心偌艰苦啊！上帝啊，你拢毋知影，当人无法度受人接纳的时，迄个心有偌孤单啊！主啊，我感谢你，重新互我阁有一摆的机会，会转来到伫人群的内底。主耶稣啊，你拢毋知影我有偌想我的家庭。但是因为你今仔日甲我医治，我阁有一摆的机会，会当阁转来到我家己的家庭的中间。主耶稣啊，你拢毋知影，我若会当得到即摆的机会转来时吼，我绝对要好好听我的某，绝对无要甲伊冤家，我绝对要甲我的囡仔吼好好重新建立迄个新的关系，无爱逐工看到就相骂。即个人的心到底救伊啥货？我认为救伊三点。第一个，伊重新对伊生活所有的物件，伊会感谢，伊满足伊的生活内底一个小小的物件。我想迄个人伫迄当时，伊毋免讲有啥物金银财宝，伊嘛免会当有啥物偌济的钱财甲好名声。伊只要伊的太高病会当得到好，重新转去到人群内底。哦，上帝啊！感谢你，你拢毋知影孤单的感觉偌痛苦。然后第二项，伊的神救伊啥？因为即个人重新开始会晓学了，所以伊学了，我无阁是一个可怜的人。我重新看见我即个人是有价值的，
我重新看我即个人会当伫众人的面前徛起，我重新看到有人会当接纳我，成做一个正常的人。上帝啊，我学了你，因为我毋是迄个上界歹的，我毋是迄个笨蛇，我毋是迄个互人看轻的，我毋是迄个互人等伫路边无人爱的。上帝啊，你互我伫即个中间重新得到迄款的机会，我要有迄个信心。我要重新找到我人生的路，不管我过去安怎，今仔日你已经给我一摆新的机会，我就要把握。感谢、学乐、信心，或者无应该得到上帝福气的撒玛利亚人，嘛会当重新得到幸福。是安那圣经伫即个中间特别讲伊是撒玛利亚人，因为耶稣伊本来也讲，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的妇人人去找耶稣，要医治伊的囡仔。结果耶稣甲伊应啥？迄食物主人无先食，啊，迄个物件，迄个文典，它会当生互外邦人。结果迄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甲伊应啥？伊讲吼，就算讲是主人的狗仔，桌顶有物件落落时吼，狗仔嘛会当去捡啊。所以耶稣啊，我可能是一个撒玛利亚人。但是上帝啊，你若有一点仔小可的恩典会当予我，我就满足到遐无煞。我想，即个撒玛利亚人，伊一定是伫即个过程的中间，比迄另外9个犹太人的太哥病人，搁较知影珍惜甲感激。因为对即个撒玛利亚人，伊可能会想讲，我本来敢若想讲哦，对遮犹太人看伊的上帝救伊呗，但是我无想到，上帝真正互我的太哥病重新得到医治。捡到的是甚物人？我想，伫即个中间，十个着太哥病，伊的太哥病拢医好，总是独独即个撒玛利亚人，伊的信心不只是救到伊的太哥病。佮救着伊，重新去享受伊一世人的快乐，伊有机会重新去把握。有一首歌，伊的歌名叫做《感谢神》。啊，这首歌可能有人会晓唱哦，伊是国语的。伊讲甚物呢？伊讲感谢神是我救赎主。感谢神，丰富必备。感谢神过去的同在，感谢神主在我旁。但是伊伫即个中间，伊嘛感谢甚物？感谢神赐温暖的春天，感谢神凄凉秋季，感谢神抹干我眼泪，感谢神赐我安宁。伫即首诗的内底，当中有3节，等下咱会去看第2节甲第3节。伫即个3节的歌词内底，即个拄则伊是写所写的感谢，毋是只有感谢讲感谢上帝赐我丰富，感谢上帝赐我稳定。伊像是感谢有温暖的春天，总是伊也感谢秋天的青青。伊伫迄个中间重新来感谢讲，感谢上帝，你拭去我的目屎，感谢上帝，你赏赐我平安。第2段的歌词伊讲啥？伊讲感谢神，祷告蒙应允，我向你求讨的，你赏赐我，总是我嘛感谢你，无照着我的祈祷来应允。感谢神，我曾经风暴。感谢神丰富供应，伫我人生好歹的中间，我拢伫遐重新学习感谢上帝，你甲我3工的同在。感谢神赐我苦与乐，在绝望里得安慰。感谢神赐无限恩典，感谢神无比慈爱。第3节的歌词伊写啥？以下，感谢神，路旁有玫瑰；感谢神，玫瑰有刺；感谢神是家庭温暖；
感谢神有福盼，感谢神是喜乐忧愁，感谢神属天平安，感谢神赐明天盼望，要感谢，知道。我想拄则伫即个中间，伊重新学会向一款生命的态度，就是无论你伫行伫什么款的路站，用感谢祷告来成做咱面对上帝、面对人生的态度。所以重点是伫咱人伫所行的路顶悬，你有满足无？你要满足伫什么款的所在？你要满足伫世间人所欣赏的物件吗？也是你要满足有上帝甲咱三个同在？而且有一首诗要甲咱做伙三个分享。我心满足，享乐，享受安乐。伊讲感谢所属的一切，享受生活来经过，烦恼埋怨放一边，学乐上帝对身体。我想伫即句诗，即首诗的内底，伊咧讲感谢所属的一切，毋是只有感谢上帝赐我好的，总是我也感谢上帝赏赐我伫世间所行的路有真侪艰苦，有真侪困难，有真侪目屎。因为我感谢上帝，互我的好，嘛感谢上帝，互我的艰难。亲像约伯共款，约伯真特别。伫圣经一开始就讲，约伯是一个义人，但是伊的试探对对啦，伊的试探通过撒旦，阁有上，伊的试探对撒旦来，总是伊的试探是经过上帝的应允。我要讲的是甚物？我要讲的是，当约伯来拄到即个试探的时，其实毋是因为伊做了无好，总是伊的试探有甚物？伊失去伊的财产，伊失去伊的牛羊，伊失去伊的萝卜，伊失去伊的囝儿，然后伊阁失去伊的健康。所以，互伊伫火炉的边仔，伫遐挂伊家己的皮肤，伫遐咧艰苦讲：我毋知我做啥物唔对。然后伊三个朋友来，一人一喙，甲伊讲：你着爱认罪。甲伊讲，你就是收条毛；甲伊讲，你就是收条摆。所以有足侪物件伫迄个中间，甲伊真大的打击。但是约伯讲，我无啊，我伫上帝面前是清白的。然后有真侪真侪对话。总是今仔日即首诗所甲咱讲的，就是咱是毋是嘛会当学习一款的态度？假使有一日，咱嘛亲像约伯共款，坐伫火炉的边仔，咱毋知影是安怎我会拄着遮个代志的时，犹原用感谢的心，上帝所予咱的一切，献上咱的欢喜。第二句伊讲享受生活来经过，有时人真困难去享受生活，咱有时也会讲，人若好过，知影要安怎过日。但是敢一定安尼？人好过时，有时烦恼搁较济；人若歹过咧，敢一定就歹过日？有时也无一定，因为我啥物拢无啊。我毋惊失去，有的人惊失去，无的人惊啥？我就已经无啊，我要惊啥？我毋惊失去。有的人会感觉讲，我已经年纪愈来愈大，愈来愈侪破病，定定咧看医生，你拢有知影？台湾足侪老大人，踅病院亲像咧踅鸡，啥物意思？伊踅甲满家。而且毋是要来甲咱讨论健保的代志，但是而且要甲咱来讲一种的心态来面对咱的年老。年老是咱一定会当着，总是咱安怎来看咱家己身体在衰弱，咱安怎咧看定定咧袂记钱，咱安怎看咱家己伫咱甲朋友交往的中间，无法度亲像过去遐尔咧美丽，总是犹原会当享受咱现在所有的，包括咱的老，包括咱的软食。包括
咱无法度真做亲像过去遐尼勇壮的人，拢是共款要享受伫即个所在。有时就爱学习伫迄个所在，将家己放放软，来接受家己现在所有的状况。之前捌听伫咱教会内底听讲，有个人真爱比，逐项都要比，比孙仔，比厝，比到尾啊要比开刀开几摆。我要讲的毋是人真爱比较，我要讲的是，当人用一个真正面、真快乐的态度，在看咱家己的生活，以及看咱的软弱的时，有真济时，咱的心定心得到快乐。然后第三句伊讲到烦恼、埋怨放一边，因为真济时，咱拢烦恼迄个咱无应该烦恼的物件，特别是对咱的囝儿孙。我要甲咱讲，伫华人的观念，也是亚洲人的观念，囝儿是啥物？是财产。囝儿是啥物？是养儿防老。但是伫圣经的观念内底，囝儿是啥物？圣经是上帝托你管理的财产。上帝托给我们管理的财产，伊毋是你的。所以你的囝儿所要拄着的事，伊要安怎读册？伊要安怎娶某？伊要安怎做伊的工课？请你免烦恼，你烦恼你家己，迄互留互伊去烦恼。毋通将伊的烦恼来放伫咱的肩胛头，然后咱烦恼袂了。然后当咱所有学习遮的功课，三个功课学习了以后，最后咱阁要学习一个阿乐上帝对上帝。因为咱需要亲像迄个撒玛利亚人共款，就算讲我即个人是我里底无完美，我即个人是我里底欠缺，我一世人已经算到我几岁，我的成就敢若到安尼尔，总是亲爱的兄弟，上帝会听。由愿临到撒玛利亚人的身上，我绝对相信，伊的话顶也要临到你的身上。但是今仔日有转来感谢的是即个撒玛利亚人，另外9个犹太人无去啊。你有愿意做伙来成做迄个会晓感谢上帝的撒玛利亚人？最后，我要用这张相片甲咱大家分享。若要有这张相片咧创啥个？有奖品啊！这啥？应该知啦吼。这迄个投影机可能无介清楚啦。伊手里摕一块碗，伊咧食饭啊。阮兜拢有一只安尼吼，但拢无要坐，无照机工坐咧食饭，拢捧的去到外口吼。啊，伫外口。啊！你看伊一支骹，你创啊？啊，摕一个碗，啊，伫遐食。我用4字来形容伊啦，自得其乐。我甲你保证，伊一定是无介意迄碗饭，但是无食了佫会用呢。所以捧迄碗饭出去外口，一支骹就拄仔夹咧夹咧，我若耍，我若食。自得其乐，亲爱的兄弟，上帝有一个目的，伊爱人享受福气，但是伊爱人得到满足，内心的满足比外在的追求更较重要。上帝的意念是爱咱人会当伫地面上得到福气，但是伊爱人。学习伫迄个中间得到满足，因为咱内心的满足比外在的追求更较重要。咱是毋是会当成做一个内心满足的人？咱是毋是会当伫即个中间，通过咱身躯边一个小小的满足，一通电话，一个动作，
一顿饭，一句话，互咱的心欢喜。咱是毋是会当通过咱所行伫别人的身上，咱所做的，来看见咱家己的价值？内心的满足比外在的追求更加重要。但是对着即个囡仔来讲，饭偌歹食袂要紧，但是我把我食饭的时会欢喜，所以迄支脚食食悬。愿上帝恩典甲咱三个伫地，帮助咱每一个人享受咱每一时每一刻的时间。假使暗时困袂去，要安怎？感谢上帝，互我阁有精神的时，将迄个困袂去，将迄款的烦恼来转换心情，诚做对上帝欢喜甲感谢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听阮，以爱阮人伫阮生活顶悬享受幸福，享受快乐。总是阮有时拢将过头的重担放伫阮的肩胛头，直到互阮家己喘袂过气。有时阮看阮家己无够完美，有时阮无法度接纳阮家己到底是一个啥物款的人。主啊，总是阮恳求你，互阮重新学习接纳阮家己现在所有的，互阮重新来看见阮家己伫你面前的价值，互阮知影阮所拄着的，毋是你要互阮受苦，总是阮要学习，通过阮目睭前所看到的每一项物，我们来感谢你的圣事。主啊，互阮会当亲像迄个撒玛利亚人转来感谢主耶稣，互伊不只是互伊的皮肤病来得到好，更加互伊的人生得到欢喜甲快乐。因为伊用感谢，因为伊用恶乐来扫除心内底所有一切负面的物件。主啊，阮也愿意用这款的心情来向你求讨。愿你赏赐平安，愿你赏赐阮正面积极的态度，互阮伫所行的路也享受阮现在的人生。安尼祈祷感恩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